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、瞎子看见和明眼反瞎。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9章。约翰福音第9章有41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耶稣说：“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，使失明的能看见，能看见的反而失明。”约翰福音第9章39节。面对瞎子的3种人，我们是领受白白的恩典，还是至今仍在观望，或是知道却行不出来呢？在耶稣行的神迹当中，有人得医治，有人在观望，有人在怀疑，有人在拒绝。上帝的作为都是有他极大的心意，也反映出每一个生命的光景。你是哪一个呢？当瞎子遇见耶稣，命运得翻转，瞎子白白领受耶稣的恩典，并且他愿意来顺服主的话，前往西罗亚的池子洗澡。于是在上帝的医治当中得着新生命。瞎子他没有办法看见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工作，没有办法自己养生哦。西罗亚原文有奉差遣的意思，意即当上帝的工作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，如同白白得来的恩典，要选择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在指派中成就他的功，你就能够遇见生命中极大的翻转，甚至颠覆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瞎子最大的特征就是看不见，因此突然看见之后，连邻居都无法辨识他。不过呢，他心里很清楚他自己的遭遇，他也愿意来与他的邻居分享自己的遭遇，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。尽管如此，人的能力相当有限，但并非有需要时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有风浪时才会呼求神，而是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翻转，看见神在身上的一切的祝福哦。法利赛人当中有人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瞎子得医治之后，身边人们心中却无法明白。法利赛人也指责耶稣，认为这权柄不是从上帝而来，甚至指控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犯了律法，他是罪人。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所做的，不相信他的身份，不相信瞎子的见证，所以他本来看得见，反而成为灵性的瞎子。尽管在地上行出律法的公义，但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官。法利赛人守律法规条，等待弥赛亚的到来，但却少了体贴神的心意。如果我们不留意上帝的计划，我们可能会像这些法利赛人，指责人、批判人，无法活出上帝的恩典，无法给予更多的爱和关心哦，最终可能走入在宗教的框架里面。
他们看见人得医治，看见瞎子得看见重见光明，不但不替瞎子高兴，反而呢，他们却怎样？反而他们却就是把他赶出去。法利赛人诱导这个瞎子就是要否认耶稣的神迹。然而瞎子坚持他的确经历了一次的神迹。当众人找到瞎子的父母，询问在孩子身上所发生的事但是他们因为害怕，父母只愿成为神迹的观望者，他们不愿意出来为主做见证。我们看到害怕拦阻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作为。人们或许心中对神有距离，但若是不敢认识他，就是相信他、认识他，你就无法在你的生命当中承认神的大能，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。你可能会因为害怕而失去了神荣耀的彰显，在人的面前不敢为主做见证，可能你就会失去更多神要透过你所彰显出来的恩典。耶稣说，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弟兄姐妹，只要愿意让耶稣的光照进来，恩典就会出现但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的骄傲，依旧会在神迹当中成为瞎眼者，你看不到的。生命每一个挑战，我们要去思考，看见在挣扎什么，也要在看不见的当中呼求神，因他的名带来能力与盼望，也会成为真实倚靠的开始。所以当你顺服主的话的时候，你就必看见神迹奇事不断发生。我们来思想法利赛人对瞎子得医治的反应，显示他们的信仰有什么问题呢？想一想，他们对人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看法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下奇恩典，使我们罪得赦免。前我们是失丧的，但因着耶稣道成肉身降世来拯救我们，我们被寻回了，使我们灵性的瞎眼得看见永恒的盼望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因为你主动施你的慈爱，你愿意主动来医治我们，就好像你医治那个瞎子一样，使我们的命运得以翻转。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相信旧事都要过去，一切都要经历新的事。我们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恩典，看见神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。也愿我们都成为主耶稣你荣耀的见证人，向人诉说你所行的奇妙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友伯牧师，祝福您随时看见主的恩典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